爱情亲像一阵风，来无影去无踪。予我请用，予我悲伤，予我怨叹在心中。害我将样问来找真风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踪，是我误，是我苦，是我痴情又苦强。伊是风，是城市爱流浪，要见面就在梦中。啥物话？昨昏你一个听到讲我要甲伊结婚，你就无欢喜，头挖来就走，连一点仔互我解释的机会都无。即马好，人伊家己已经走。你讲啥我听无啦？既然是伊家己走的，迄跟我有啥物关系？甲一个无相干的查某人，你就对伊遐好，你是啥物意思嘛？啥物意思？你敢知影？人伊是为着要成全你甲我，所以才会离开的。成全？你愈讲愈离谱呢！我是你的未婚妻，而且咱结婚就爱成全。你是咧介意倒一点？你讲啊！连一摆开，你啊！你无能讲是摆卡，迄是我。那是你，那是你安怎？你讲啊！你讲袂差是不是？是你无了解。我无了解，我当然嘛无了解，因为是你变啊，你变啊，我拢袂认得你啊。讲啥物订婚，你也无爱去啦。后来讲啥物甲你摆卡的结婚，我当然嘛无了解。我是算啥物？我是算啥物嘛？秋，你听我解释好无？我袂听，我袂听，我袂听。秋萍，秋萍，秋萍。秋萍，你拢知影？若是知影，连你的娇笑都替你合。今日啦，迄个犯人吼，去你走不用遐去讨你的娇笑。是家在，家在本养无伫的啦，若无吼，代志就害啊。还阁有一个死可怜，去你踮咧边仔吼偷听阮咧讲话呢。文阳转来时阵吼，我甲文阳讲，安尼代志毋煞算帮啊？家在吼，阮小姐这个反应真好，若无吼，代志就害啊。也毋知影吼，去你这园中是要死人者。是乖，你莫去干呢啦，无代志就莫去啊。伊无听咱讲，你受气会快乐呢。我吼，这袂为着你遐个娇小咧受气。哦，我问你，到底什么人甲伊遮咧受气？哼，我阿中哦，绝对好来找算账。也毋是，我
我再甲你讲迄个摆卡的。摆开咧，这是遐搞怪啊！呵呵，我就想法了，我来甲伊修理一下。修理哦，唔免啦。昨暗吼，就离开阮娘因厝啊。哦，讲啥物吼？是为着我才离开阮娘因厝的呢。也毋知这狐狸精是倒一点吼去迷倒阮娘，互阮娘吼对遐着急。好啊，这个查某既然要甲离开阮娘，安尼咱的计划就会顺利来进行啊，哦，对不？计划吼是一定要进行，嗯，也毋过吼，我足奇怪，这个查某先会临时离家走，这伊是毋是有啥物目的？有啥物计划？敢会是跟咱同款，伊要来设计这个阮娘的财产？敢有可能？真系无可能啊！这个摆卡伊用的是这个土肉价，水姑娘你用的是美人价。你想看，这个土肉价变哪好度甲这个美人价来比呢？迄当然的啦，伊当然嘛袂甲我比。无唔对，秋明，你是要继续来对阮较好，但阮娘袂安尼忙死死，无将别个查某拢放我别记钱。要哪甲伊卖？我袂晓。这，莫讲你袂晓啦，啊就才让你对我呢温柔体贴，哦，对无？秋萍，讨厌。嘿，啊，这阿丽家己有那真戆呢，无想讲伊家己的脚受伤，唔想办法紧甲医好，啊，搁处处替别人想，啊，要成全别人，就安尼出去，无想讲伊无爸无母呢，这声出去要对倒去啊？伊一个出去哦，害咱众人安尼烦恼到要死啦。就是因为，既然伊存心要走，那一定特动找无的。秀瑶，秀瑶啊，你是安怎想？无啊，我真无啊。无。哎呦，你免甲我骗啦！当咱已经斗阵遮尔久啊，你的个性我也就上了解啊咧。你若有啥物代志吼，拢嘛表现伫这个面呢，搁敢讲无？你若有啥物心事吼，甲大婶婆讲，安怎？是毋是咧想恁老爸慷慨？不是啊，我是想起阮妈妈。哈？你即摆咧想恁妈妈？你无代无志哪会想恁妈妈？是安怎？阮妈妈伫过身迄一年，我是行动无方便，我一直劝伊去带伊，伊拢唔去。喂，破病带医这就应该的咧，伊是安那哪会唔肯？伊是为着要互阮阿爸会当欠一寡钱，所以伊唔知我爱去带病。拄则听阿仔讲的，我阁想起阮妈妈，伊在世的时阵，啥物代志拢替别人想，拢无为家己想看嘛。我看伊安尼，我心肝实在足艰苦。秀瑶啊，来，莫悲伤啊啦，莫悲伤啊啦。迄个妈妈吼，伊实在是真伟大啦。伊安尼处处拢是为别人咧设想，牺牲伊家己，到尾啊嘛无得到啥物咧。也毋过吼，伊有你这个查某囝遮尔友好，我想吼，伊伫地下也应该感觉足安慰的啦。大婶婆啊？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找到阿丽。啥物才干那你安尼啊？大婶婆嘛是共款，无论如何一定爱找到阿丽啊！哭啦，哭啦！
看啦，这衫是毋是你甲我教？是毋是？多谢，看。即摆几点？已经10点。我来去找阿丽。这胖的呢？啊，这是面仔啦！阿弟啊，我看面仔我不倒腰啊呢。来，这钱哦。好啊。也袂到咧啦，咱是要出来找人的啦，行啦。弟啊，我使有交代啊。伊讲特动的啊，你即马长咧大，爱食较济哩咧。我会听阮使话，我要食较济啊。我若准面单的头家哦，逐个人起来拢像你安尼啊，我就好饿死啊。赚是别人咧赚，毋是你咧赚啊。你若是真正面单头家啊，到底要请毋请？你食较歹的哦，食，要出来找人的啦，行啦。你拢讲20块？安尼啊，安尼啊，安尼啊，安尼，哦，找着哦。你有较无意思的呢？要走我还佫通知者，害阮四界找你无？都对面，迄本娘找你安尼找到袂食袂困呢。哈，本娘佫讲哦，若袂当找你倒转哦，这世人良心就不安啦。对咩？你脚的伤痕还袂好啊，四界拍走。但是我安怎，免得我你啦。来，toto，人找着，行，紧啊带倒。行，小等者啦。哦。我一包物件吼，放伫朋友遐，我想要来摕啦。啊，但你安尼脚疼袂方便，恁朋友自己甲我讲看会倒去，我来摕就好啦。免啦，我家己来摕就好啦。做咩哪会用诶？万一你搁选去，啊，阮要安怎？阿呆，安尼啦，咱找面做伙来摕。安尼好啦，阮甲你做伙来，行。阿呆啊，特动诶。阮朋友吼，无啥信心的人啦。我若带恁去，伊一定会无欢喜啊。恁总无希望讲我无好做人吼。恁搁遮等我一下啊，我连就转来啊啦。我看嘛好啦，呆啊，伊去找伊朋友，啊，咱等下食咱的面，安尼时间拢袂同拄咧，吼。这好是好啦，啊无安尼啦，阮到面单才等你。啊，你啊紧去紧转来，你人拢搁走的呢。我知啦，好，你倒位啊呢？啊，紧转来哦。好。会记得紧去紧转来哦。好啦。阿弟啊，安尼会使食面啊？老弟啊，来2碗面，啊面较多，汤莫少哦，哈。哦，安尼就满过啊。对啊，这叫做大碗搁满钱啊，嘿，面较紧的啊。这个回哦，咱两个安尼哦，会当找到阿丽啊，大金婆一定足欢喜的。阮三个当然欢喜哦，我即摆安尼表现哦，阮三个一定阿奖励。甲你奖励哦。系啊。啊我，你嘛有份啊？我有啊。你来，来。啊，这只。慢慢摇。头家，搁甲用一碗哈。哎呀，但咱两个人你也搁啥啊？无啦，一碗算我请，你尽量食好饱，尽量。你要这样哇？啊，这种。来，进。中年。你叫人叫做阿呆教授。我有做阿呆啦，伊有做拓董。啊，有啥贵事啊？是安尼，有一个小姐叫我交一条2条给你。啊，2条，多谢。哪有人摕2条要互咱？啊知，看就知啦。哦。对对。啊。系啊。开啥啦？啊，你啊留2条啊，人搁走呀啦。走噶？系啊。哇！这下我有个特懂啊！红衫粉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，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不知家翁也陪。阿呆，特动，多谢恁大家关心甲照顾。为着我，
互恁大家安尼死格咧找我，我实在足歹势。啊，毋过为着要互文雄甲伊的未婚妻会用做伙，所以我一定爱离开。请恁莫阁找我，真歹势，我骗恁讲要甲恁做阵转去，请恁原谅我。最后，祝大家平安，阿丽。找就好啦，这好。咱这恶送的，咱来借问一下好无？你有看到一个查某囡仔吼，脚受伤吼，拄一支拐啊，头毛长长、人散散啊，行对遮过。有啊，有一边溪仔边就行。哈，你溪仔边去哦？哎呦，我老难哦，多谢，多谢，快点。你是安那要安尼做啦？哎，你知影阮找你吼是找甲偌辛苦的，你知影无？咱人文良啊都有心在要甲你照顾，你毋着留咧，互人好好甲你照顾，将这个伤医好好，安尼毋较对。什么你话来做你走？我是无希望讲文雄离婚这对我有误会，会破坏因的感情。阿丽，你放心啦，文雄离婚车伊袂安尼想啦。你敢知影？阮大家找你，找啊偌着急的呢。都是。你安尼写一张批，话来做你走。虽然讲你会做的是对文良是阮的好意，也毋过你安尼做，互文良心理负担偌重，你敢知？打好啦，找着就好啊啦。先行我转来，有代志转来才去讲。大新婆啊，我。哎呦，好啦，莫考虑遐尼济啦。先行我倒转来去，一切的代志吼，互大金婆啊，甲你烦恼。阿丽，听大金婆的话，绝对无问题啦。嘿嘿嘿嘿，安尼唔才对。穿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嫁翁也陪？文良，啊你，看你的面嘛知影，你一定找无的啦。啊，你有写信无？有啊，我有找着啊。啥？有找着？伊搁走去啊。对啦，阿呆，恁是伫倒位找着伊？即马搁带我来去找看。阿呆，拜托。好啦，行。阿丽，阿丽，行好。你是走去倒位啦？阮大家吼找你找到后要着急神的。好啦，转来就好啊啦。你有够牛呢！阮拢找无，你是咧倒找着的啦？找着就找着啊，你也管阮伫倒找着。都对唔呢？你又敢放阮鸟呢？我跟你讲，对今日开始，你要互我住厝内面，
何文良啊，甲你医治你的身体，医治到好为止，唔通我黑白走，唔通我黑白。哇啦，等你啥？你是人大相，哎呦，我讲甲出全科。文良啊，这阿丽啊已经找着，拢无代志啊，我哋应该来转来来。我头前无，你们来遮食暗顿。啊免啦，那来一定大爱食饭啦。你好好甲照顾阿丽安尼就好啦。阿丽啊，你是毋通搁做糊涂的代志安尼？你看你安尼一摆，大家都安尼舞甲舞煞煞，吼。安尼好，安尼有行，咱来去啊。来，先行哈，大家报。你好啊，休困，我若有闲，我会常常来看你。我来走啊！好啦，我来啊啦，我来走啊哈，再见。再见。阿丽，你先休困，我去叫医生来。张医师，啊，伊即摆情形安怎？哦，休困一下，都无啥要紧啦。多谢你，张医师。哦，内底迄个小姐是你的什么人哈？是安怎是吧？我看伊受伤支骹吼，你要好好甲照顾，若无哦，可能会残废哦。切！我是讲，可能会残废。脚若无医好，会变成残废。阿丽啊，听到这个消息，煞来昏倒落去。文雄甲大金宝是要如何来帮助阿丽啊度过这难关呢？还佫有秋萍对文雄因兜财产的野心，敢会达成到目的呢？精彩好戏，千万唔通错过。明仔载同这个时间，敬请继续收看大金宝传江湖。